咁我哋公司咧 United Art Metals Factory 啦，咁我哋咧自1958年咧由我爸創立嘅，咁咧我就係2000年左右加入公司啦，創立咗一個品牌啦，咁啊叫 Crystal Craft 啦，咁啊主要咧都係希望將一啲金屬同埋一啲水晶嘅一啲工藝品咧，將佢更加發揚光大嘅。咁啊，我哋希望就係透過我哋嘅設計啦，咁去幫一啲唔同地區文化國家去做一啲紀念價值有 heart 嘅一啲禮品俾佢哋嘅。咁客戶咧就其實都遍佈全世界㗎啦，咁包括歐美啦，咁啊或者澳洲啊、東南亞、日本啊、韓國啊，其實國內我哋都有網店去銷售嘅。辦公地點主要係香港啦，咁同埋國內嘅廠房嘅就喺深圳龍華嘅。嗱，以前咧我哋比較係 focus 係用展覽會去認識一啲 B to B 嘅客人啦，咁啊去到2012年開始咧，我哋咧就都知道其實而家多咗好多線上渠道啦，咁啊我哋推出啲新產品咧，主要都係透過獨立站同平台去推出啦。咁即係其實過往我哋匯款咧都係一個比較頭痛嘅問題。咁啊，因為當然啦，經銀行係最簡單啦。咁但係有時銀行有佢嘅非彈性嘅位嘅。咁所以就後來我哋都盡量想尋找一啲咧係正規得嚟、合規得嚟咧，因應我哋而家時代嘅效益啦嚇，同埋一個即係比較係e-commerce 時代嘅一個平台嘅。咁啊後尾經朋友介紹就認識咗 X Transfer 啦。咁而家我哋用 X Transfer 嘅服務咧，主要都係匯款到國內嘅。咁啊 X Transfer 嘅匯款咧，咁佢有個好處就係咧，除咗係可以打去公帳之外啦，其實私帳亦都係可以有辦法係可以合規嘅情況下去打款嘅。X Transfer 啦，其實咧，我覺得其中一個都幾唔錯嘅一個服務啦，就係佢哋可以喺海外可以開到一啲叫做當地嘅銀行啦，即係例如喺美國可以開一個當地嘅銀行戶口啦。咁啊，令到啲客咧，其實有時轉錢如果小額的話咧，手續費咧都會比較相宜。咁我哋公司最近幾年咧，我哋都開發咗一啲比較係即係有趣嘅一啲特色酒具。咁啊，其中一個咧，我都介紹下。咁呢個咧就係一個可以幫你醒酒嘅一個叫旋轉紅酒杯啦。有一個反轉嘅動作咧，我哋喺一啲社交媒體咧係有好多人關注啦。有啲個 view 數係可以去到千幾萬咁樣嘅。咁所以我哋而家我哋做一啲新產品都希望盡量係可以有嗰種令到客可以透過熒幕都體驗到呢個產品。咁 X Transfer 我睇到佢哋背後咧就有一班好專業嘅團隊啦。咁當然佢哋個平台啊好方便，可以唔需要嘥好多時間就可以完成到一啲叫做匯款啦嘅服務啦。咁啊佢平台裏邊嘅一個合規性啦，咁亦都係非常之令到我哋做生意嘅會比較放心。